歡迎乘搭台北市貓空纜車。而家我哋正喺市區去緊居高臨下、風景宜人嘅貓空山區。貓空纜車係台北市第一條觀光纜車，全程大約4公里，由動物園站出發，途經動物園南站、指南宮站，總站係貓空站。全程高低起伏超過300公尺，單程需要大概30分鐘。喺呢段空中嘅旅程，就等我帶領一齊欣賞沿途風光，認識呢座山林茶香嘅魅力。隨住纜車慢慢咁上升，你可以睇到城市同山林交錯嘅美景。天氣晴朗嘅時候，可以睇到遠處嘅台北11，同成個大台北盆地打低頭就可以睇到茶園同綠油油嘅山坡。望遠啲嗰座畫有長頸鹿圖案嘅又高又大嘅煙囪，就是木柵焚化廠嘅地標。因為鄰近動物園，所以喺以得意嘅造型聞名。纜車呢，有一般車廂同水晶車廂兩種嘅。水晶車廂嘅地板喺採用咗透明玻璃嘅設計，被稱為貓纜之眼。如果你坐嘅係水晶車廂，不妨打低頭欣賞一下腳底下嘅景色，就好似喺空中漫步緊咁。當纜車經過指南宮站嘅時候，可以見到下面有一座氣勢宏偉嘅廟，嗰座就喺指南宮。呢座著名嘅道教聖地，主要係拜呂洞賓、香火鼎盛，周圍仲有12生肖嘅石雕、情人聖地等等嘅景點，為旅程增添一份文化氣息。貓空一年4季都有唔同嘅風貌，春天就有魯冰花同櫻花綻開，色彩繽紛。夏天嘅時候，沿途嘅山坡上有盛開嘅桐花，行人路隔離有波斯菊或者向日葵迎風搖曳。秋天天氣乾爽，係欣賞夜景嘅最佳時節。冬天就可以見到梅花同杏花爭相綻放。無論幾時嚟，落雨之後嘅雲霧、黃昏嘅晚霞、夜晚嘅燈光，都係迷人難忘嘅時刻。請你放鬆心情，盡情欣賞出面窗外嘅大自然。貓空係台北著名嘅茶葉產地之一，每逢到咗採茶嘅季節，成座山都彌漫住淡淡嘅茶香。鐵觀音係呢度嘅代表，茶湯香醇濃郁。山坡上面整齊排列嘅茶樹梯田，係世世代代茶農耕耘嘅成果，傳承住百年嘅茶文化。到咗而家，好多茶農都開埋觀光茶館，等旅客可以體驗沖茶同品茶嘅樂趣。到咗貓空站之後，你會睇到茶屋同埋中西式餐廳都坐落喺呢度嘅山城。有啲提供傳統嘅沖茶體驗，俾你親手沖一壺功夫茶，亦都有採茶同製茶嘅體驗活動，等你可以親身感受到茶葉由茶園到茶杯嘅過程。唔好唔記得嘅係，當你到咗貓空站之後，可以去由報廢咗嘅鋼纜打造而成嘅 Love 藝術擺設嘅前面，影張相，打個卡先，紀念返今次嘅旅程。跟住可以行上去貓空站屋頂嘅 Sky Green 天空綠洲，360度咁俯瞰山景同埋城市嘅天際線，可謂非常之壯麗。現場仲可以用手機同鏡頭君一齊互動，同另一個擁有台北市景嘅 Love 藝術擺設一齊合照，上傳到群組，分享到此一遊嘅永恆回憶。行出車站之後，揀一間有靚景嘅茶館坐低，點一壺鐵觀音，一邊品茶，一邊欣賞風景。好多茶館都推出創意茶餐，例如茶香炒飯、鐵觀音雞湯，將茶香融入料理。品茶之餘，都唔好唔記得買返啲茶葉或者茶點做手信，將茶香帶返屋企。鍾意散步嘅遊客，可以去車站隔離嘅樟樹步道，路徑平坦，景色宜人。每年3到4月嘅時候，更加可以欣賞到金黃色嘅魯冰花花海。行人路沿途設有涼亭同水車，適合拍相同休憩。
如果希望探索更多嘅山林風光，亦都可以去銀河洞月嶺步道。當你到達銀河洞之後，會見到一條瀑布由岩石上傾瀉而下，係山壁入邊形成一個天然洞穴。行入去洞穴之後，可以感受到涼爽嘅水氣同山林嘅寧靜，係一條既有自然美景又有行山體驗嘅路線。相信呢一刻你已經對貓空有咗初步嘅認識。日頭可以漫遊茶園品茶食竹筍，黃昏可以欣賞夕陽，夜晚就可以遠望台北夜景。貓空之戀有齊山林茶景嘅獨特魅力，等待你嚟探索。多謝你聆聽，祝你悠遊喺貓空嘅時光裏面留下最美麗嘅回憶。